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泰国。泰国国会选总理，前进党的党魁皮塔第2届参选，但个票数也是无过半，伊即马总理做未成。无米兼认为泰国的宪法法庭嘛发出命令，宣布皮塔那亲像是因为有伫媒体插股爱等待调查，所以伊即马众议员的身份嘛暂时互暂停。面笑笑较自信，进入泰国国会议场，前进党的党魁皮塔19第2遍挑战总理大位。เสนอชื่อบุคคลให้สภาพิจารณา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รับตำแหน่งหรือ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คือนายพิธาลิ้มเจริญรัต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พรรค8พรรคร่วมเนี่ยยังยืนยันจุดเดิมนะครับที่จะเอาเสนอคุณพิธาก่อน不过就也未投票，泰国嘅宪法法庭就发命令，以皮塔疑似敢若有媒体股份来参选，暂停以众议员的身份，一直到判决出来为止。以前政党带头的8党联名，依然是推皮塔第2遍挑战总理。不过议员因对皮塔是毋是当被第2遍提名意见无同。经过规天的辩论，尾暗的投票表决结果，312票赞成，394票反对，8票弃权，比13第1遍342票支持也更加少，也是无法度被提名。I won the election. I formed the coalition. And I got blocked by the appointed senates. It's about 40 million people who chose one system that was agreed upon, which is called election, and 250 appointed senators without any linkages to the people. 皮塔进前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阵，就批评泰国军方所任命的250席参议员无重视人民的意见，也重申未改变修改修正模范君主罪宪法112条，所以互军方加保守势力投票反对。支持者伫咧国会外口示威，抗议皮塔议员的资格被暂停，有人甲是这批等入去国会大门内面，要求参议员下台。皮塔进前就捌讲，若这边挑战过失败，会甲机会让予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为泰党表示，会甲联盟内面其他的政党讨论，必须伫咧国会后一边开会，也就是27进前决定连选。为泰党的赛塔有可能是联盟的连选。60岁赛塔为着要选总理，4月才辞掉泰国上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总裁，伊形象真亲民，被看好会当解决泰国的经济问题。看来是建制派可能会当接受的代替连选。泰国军方是考虑要派公民力量的党魁现任副总理普拉威做总理候选人，不过军方伫咧5月国会大选，这输甲真凄惨。若是搁再做政府，恐惊会搁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辑。